荃灣港鐵 B 出口出站後轉左，然後轉右，繼續直行。上樓梯過行人天橋，直行到尾轉右，搭扶手電梯落地面，落地面後直行，經過喜多福珠寶後轉左，穿過生果店旁窄巷，然後微微轉右直行，就會到陽光洗衣啦。即日起到6月30日，自助洗衣只需15蚊一機，仲有100蚊洗2對波鞋，同濕洗冷氣被60蚊一張。